这几天啊，全台湾好天烧热，今仔日上热嘛有超过37度，因为这对流真旺，过头天气是真无稳定。昨伫咧高雄的田寮、旗山这个所在，又传出伫咧路冰角的情形。气象署表示讲，明仔载开始到拜三，因为受到南风混合影响，天气会变搁较无稳定，搁较高热大雨，所以提醒大家得要特别注意。 滨江啊，亲像雨上管一直讲伫车顶，各用民众赶紧摕手机啊，翕一个真罕的环境象。气象署昨日暗头啊，对着高雄、田寮、旗山、美浓、内门这所在发布大西北风及时的信息，提醒民众要注意酷热的天气，可能天顶随便面，无久就路边甲雨咯。一直在下冰雹呢，还在下呢，下很多呢。 高空冷心计啊报道，和对流发电警告声18开始到20受南风混合影响，气象署提醒天气依然是无稳定。可能是周一到周三这段时间，到时候在台湾的东侧也可能会有一个高空的冷心低压往台湾接近，所以到时候在下周一到下周三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，就是午后对流的发展高度会是比较高的。那当然也是不排除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。 因为台湾周围两个正在发展的热带扰动发展真慢，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。那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太直接的影响，但是就是刚好提到，可能因为受到它环流的影响，在明后2天在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，可能会有一些长浪的现象。 18到20受到南风混合北移影响，西半部到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可能，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大水雨。到21到22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，各地就大致上恢复最温和天的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